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头开始，先带大家来英国了解上新的消息。英国新任的首相的结果已经出来啊，是由顶回上尾轮输予 Truss 的前财务大臣苏纳克得到上届议员的提名，成做英国有史以来头一个印度的首相。苏纳克进前批评 Truss 的减税政策太过含糊，这是伊这届会当得到真侪原因支持的原因之一。另外，苏纳克在做前首相强森的任内，在做财政大臣的时阵，看袂过强森买台低薪，决定请辞。落尾是有40几个官员做伙请辞，互强森的内阁规个崩盘。外交方面，苏纳克今年7月参选党主席了后，对中国的态度是大增的，呛中国是英国上界大的威胁。主张要禁止中国收购甲关键技术有关系资产，搁要关空资学院，防止中国对技术搁有思想的方面来入侵。嘛批评中国是霸凌台湾等等附近的国家。自从苏纳克就任了后，上届大臣爱面对的就是去互 Truss 舞甲如苍苍的经济状况。不过苏纳克的财务政策当中却是无明确的方向。都互侪人怀疑讲，伊到底敢有才调会当化解英国这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其实苏纳克毋免竞选就会当坐大位，甲前首相强森有真大关系。强森是这回苏纳克上界大的竞争对手，不过强森昨暗时宣布无要参选，希望互保守党会当团结起来。英国的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将会成做英国新首相，也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印度的首相。对于前首相强生退出选举，苏纳克向伊致敬，表示将会永远感谢伊伫咧新冠病毒疫情，也个俄战争时期的付出。苏纳克摕到要竞选党魁所需要的100位下议院议员支持的条件，伊竞选团队一位消息来源，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伊并无认为所有代志拢是理所当然。苏纳克23宣布要参选，迄当阵伊伫社群媒体有大文讲，英国是一个伟大国家，但是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成做保守党的党魁，也有恁的后一任首相的原因。苏纳克伫咧9月初保守党党魁选举时阵，输予特拉斯，因若特拉斯上任才45天，就因为减税政策不当引起民怨，过来通膨一直欠悬等经济原因而辞职。苏纳克伫咧强生做首相时阵是做财政大臣，也无尾啊，苏纳克辞职也是必须强生下台的原因之一。自从特拉斯辞职了后，就传讲强生可能会要搁选。强生伊本人本来也搁伫咧加勒比海度假，也提早结束返来英国。强生讲，伊相信伊会当再一遍赢到选举，但是尾啊，伊认为这毋是正确的代志，即嘛时机毋对，也答应讲会支持任何摕到最后成功的人。公司新闻黄伟明报道。中国领导层级上新的人事安排结果已经出来啊，完全无输人意外，习近平连任做伊第3任的上官领导人。今日就带大家来关心中国军方人员的布局。除了习近平本人是继续落军权，42岁张又杰拍破68岁以上都爱落任的往例，继续做副主席。更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65岁何伟东，伊嘛升入做副主席。何伟东是长期固守东部战区，负责台海攻击的部队。今年8月份的伟大军演，就是何伟东一手规划。其实以何伟东的资历，做到副主席根本就是直接两骨就残。中国就是要利用何伟东东部战区的背景，让国际看到因对台海甲拍台湾的野心。针对这款布局，咱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态度是明显大增的。咱的国军人事布局嘛对咧调整。其实不止军事委员会，连政治局的人事嘛规个换新，拢安排习近平的人马。有国际媒体就分析讲，所有的安排拢是要让习近平的权力徛甲在在。未来无论是拍台湾，也是其他决定，自基层到领导层级，拢袂有人去反对习近平的意思。
中共20大军会人数出来，除了习近平稳坐主席，委员是大部分活人。72会长又加拍破这项八项规定，留任副主席。新任的何卫东出身东部政区，有实战经验。4名委员李尚福加刘进烈是新任，苗华、张成明继续留任，拢是石家军。国防部长邱国正分析，名单看出对台会更加强硬，成员拢是经过基层历练起来。年会也给中共是有准备，国军人数也调整。我们从人事方面，我们也在调，但不是针对他，你怎么调我就怎么变。我讲都是国防政策都有一定的脉络的我们还是要很稳扎稳打的去做工作。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东部战区司令员何卫东。国主席何卫东上受注意，因为伊捌做东部政区司令，今年1月升任直属习近平的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为强军对台发动的围堵军演，就是由于主导。另外一个委员苗华也出身福建，两人拢涉台背景，兼之台湾的意味真高。这一些懂台海、懂周遭的这一些过去在南京军区服务过的将领，未来的话，不敢说他一定是要打台湾，但是他至少他了解这一些事物，他有这一些经历、这些经验，这些经验会去帮助他在下决策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一个容易，或者是更加的一个清晰。蔡奇呢，对于整个清除这个低端人口、维持这个北京的这个社会稳定的部分，他强力的这个执行。另外，政治局常委也拢是石家军，各有分析。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是因为管替习近平指定清除极端人口。蔡奇自2011年担任浙江省委常委的时阵，嘛访问台湾，甲台湾有恩怨。记者综合报道。这回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主要讲到的拢是政治问题，讲到经济方面的是真少。不过，若是对外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大不是为着疫情咧封城，经济哪有可能会好？不过，中国官方当时公布数据，讲因7月到9月经济成长率是3.9%，是比外界预估的搁较悬。不过是比中国家己定的目标5.5%较低。另外，失业率的部分，中国官方讲城镇的失业率大约是5.5%。其中上较严重的是16岁到24岁失业率有1.8%。日绝台闭幕了后，北京小可放任防疫管制，大毕业无偌久的电小姐无用坐捷运世界面试找头路，不过到100分的努力，煞只有10外面试的机会。为头路一个月薪水1万块人民币左右。在北京安尼大都市，可能算普通，总有几啊千人要来找这个头路。参加秋招、春招的毕业生，就是发了一些面试的经历啊，或者是比较惨的那个没有到手 offer 的那种情况。其实也大概知道是这么一个行情嘛，确实是比较难。毕竟数据不会说假话，就是失业率确实摆在那儿。中国9月调查显示，都市地区平均失业率是5.5%，是6月以来上悬纪录。其中高中到大专毕业学历，也就是16岁到24岁，这年会前失业率高达17.9%。失业率会悬是因为经济走势不好。中国官方事前预估，7月到9月第3季 GDP 成长目标是5.5%。不过不知报告无成功，连市的关卡拢失守。实际调查出来数据是3.9%。There being, over 70 cities now covering 300 million people with some degree of lockdown in place. Naturally, in that circumstance, there will be some downside risks to activity, especially the service sector, but also on the investment front with sentiment remaining so weak,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清零政策之下，严格封城管制，互经济活动变慢，虽然经济的困境慢慢得到疏解，固定资产投资也慢慢有起色。不过数据面的民间消费甚至房地产，说是永远拢无好。分析师有讲，中国经济爱真是有回升，爱等到2023年才有可能。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引起机票的外汇市场汹汹起价，外界怀疑讲日本政府搁再插手救市场。日本的财务省无愿意加回应，代表日本政府真有可能暗中要打击投资客。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是军兵独裁连任，北韩可说伫咧联合国有中国嘅支持，控诉起诉康，南韩的外交、安全甲经济拢面临危机。英国《Times》报道，环保人士用对世界名为破他妈的汤等等激进的手段，向大众关注环保。这个环保团体是无认同这款手法，因为爱用较温和的方式争取民众认同。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国家重点教育评测表示，新冠疫情让囡仔数学甲阅读能力拢变歹，尤其是数学的成绩是20年来上界歹的。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亚特兰大联邦银行的专家表示，就算受到通货膨胀影响，美国7月到9月的经济活动也是有增加2.9%，经济有复苏的现象。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罗西亚军队拍乌克兰发射飞弹派无人机轰炸手段是完全无落软。这阵罗西亚是搁指控乌克兰按算用一款武器叫做 dirty bomb， 直接翻译就是垃圾炸弹。这内底毋但是有炸药，搁有放射性的物质。不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讲无这个代志，搁呛讲规场战争当中自头到尾会用核武器或者是放射性武器的这款垃圾布的只有罗西亚。俄罗斯第三用乌克兰控制尼古拉耶夫发射飞弹，甲用无人机轰炸。乌克兰这方面是讲，应该俄罗斯14台无人机拍来。Стенка между соседями лопнула. Можно даже там отверстие сделать. Вон, бачите, что с упором. Вот. Тут был магазин, его нету. Магазина. 俄罗斯也警告讲，战争恐惊无受控制升级。尼古拉耶夫是伫咧乌克兰南部城市哈尔松西北边35公里。俄罗斯惊讲乌克兰会反攻，所以叫哈尔松来万位百姓，大家家己想办法紧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讲，担心乌克兰可能会使用垃圾弹。垃圾弹是一种放射性物质加常规炸药结合的放射性武器。伊也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过电话，不过双方拢无公布讨论的内容。Розуміють, хто джерело усього брудного, що тільки можна уявити у цій війні. І якщо хтось і може застосувати ядерну зброю в нашій частині Європи, то це лише один суб'єкт. І цей суб'єкт якраз і наказав товаришу Шойгу кудись там телефонувати. 乌克兰最近几礼拜伫咧东北部加哈尔松的战事拢有进展。因为俄罗斯是以飞弹加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民间基础设施，摧毁乌克兰40%的电力系统。两边拢指控对方想要炸掉乌克兰新卡霍夫卡水库，若真正炸掉，乌克兰南部将会做大水，包括哈尔松。另外有一台俄罗斯的军机伫咧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市执行苏凯30战机试飞，摔来弄到一间名体了导火，有飞行员死亡。这是17乌克兰南部伊伊斯克的苏凯34战机摔来了，最近一礼拜第2件苏凯战机的事故。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后一站带大家来南美洲的巴西。巴西这个月底总统大选是要办第2轮的投票，决定上尾结果。现任的总统波索纳罗的盟友前国会议员杰弗逊，因为涉嫌散布假消息，去互居家监禁关伫咧厝。即阵杰弗逊因为发文章侮辱大法官，互法院下令逮捕。去抓人的过程当中，伊竟然是向警察车开枪，佮弹手榴弹，表示讲家己绝对袂投降。在巴西前国会议员杰弗逊的警车慢慢开，媒体一直拍车窗，因为涉嫌制造假新闻，互人居家监禁的杰弗逊，透过社群媒体发文侮辱大法官，去互最高法院下令逮捕。杰弗逊对警车开枪，佮弹手榴弹，车门的枪支孔看现现，玻璃嘛互拍几落空。有2个远景去互手榴弹的碎片碰着伤送医。杰弗逊表示，伊家己绝对唔投降，不过后来也是去互警方收押。代志发生了后，一向甲杰弗逊是境界盟友的现任总统波索纳罗，着急改卫青界线。Como determinei ao ministro da Justiça Ângelo Torres, Roberto Jefferson acaba de ser preso. O tratamento dispensado a quem atira em policial é o de bandido.
巴西总统大选伫要第30进行第2轮投票，司法部门为了防止假消息加反民主言论，下令限制媒体报道内容，引起波索纳洛控诉限制言论自由。杰弗逊也因为散布假消息，去互人处以封城加禁。杰弗逊申请居家在家核准了后，却因为一直违反规定，伫社群媒体写文章攻击法院，当时不获逮捕令，才发生这件攻击警察事件。挑战总统大位的前总统卢拉是批评波索纳洛家己做得来的。Ou seja, ele conseguiu criar nesse país uma parcela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代表左派工党参选的卢拉，伫第1轮投票以48%的得票率赢极右派的现任总统波索纳洛43%。预定这个礼拜六要进行第2轮投票。卢拉讲，这是一场野蛮对民主的对决。这场大选也关系亚马逊河南的未来发展。波索纳洛上任以来加速河南开发，亚马逊森林互人开发的面积比较早10年增加7成，威胁原住民部落甲物种的生存。卢拉主张进任了后，要促进国家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以达到碳排目标。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2站天灾消息。非洲的第一高峰吉利马扎罗山，顶礼拜5是发生火烧山。因为当地风真透，火势传甲真紧，当局是派出超过300人斗拍火。另外，伫咧南美洲的墨西哥，和飓风罗斯林扫甲密密茂茂，而且阁有溪水是溢入市区。阁较严重的是，水崩山至少是造成2个人死亡。大火甲乌烟是一直冲出来。东非国家坦尚尼亚境内吉利马扎罗山，顶礼拜5暗时发生森林大火。火位山区南边海拔差不多4000公尺的所在，一个登山者营区附近开始咧炭，加上透风的关系，火是真紧就炭开。Lakini chanzo cha moto bado hatujafahamu, lakini kimsingi tu lazima moto huu utakuwa umeanzishwa na binadamu, aidha walina asali au hawa majangili ambao wanatafuta wanyama. 当地政府动员超过300个人，希望赶紧把火势控制落来。吉利马扎罗山是非洲第一高峰，海拔有5895公尺，山顶有真侪强要灭绝的动物。虽然目前无传出人员伤亡，不过当局嘛无确定这届大火算长的面积有偌宽。这粒山顶边爆发大规模森林大火，已经是2年前的代志。迄当阵火是烧1礼拜，每100平方公里的土地总共有去。也若伫咧美洲的墨西哥，是受到飓风罗斯林的侵袭。罗斯林23以3级飓风的威力，为墨西哥西部的海岸登陆。伫咧太平洋沿海地区，风雨是算叫，还佫地势严重的水崩山。罗斯林飓风扫过的所在，车路积水积甲袂输一条溪共款，山区的树仔断去，叶仔嘛落甲规涂骹，甚至有几啊只大货车掉伫咧土内底袂顶袂动。真有名度假的风景区，我拉塔港的街仔路是规个路苍苍。Y pues yo vivo cerca de ahí y vi cómo se salió el río por la calle en donde yo vivo y pues sí estuvo muy feo eso. 加在沿海居民伫咧飓风登陆进前就紧急撤离，不过也是有2个人不幸伫咧风灾当中过恶。当地政府因为烦恼飓风引起的海涌还阁真大，目前也是持续禁止民众去海沙坡，避免发生危险的代志。公司新闻邱婉婷编译。日本有一款风俗，就是下班了会去啉一杯消头压力。不过日票今年是大落3成，进口的成本大增加，互酒吧业者已经止赚袂掉，只好就爱升起价。最近有定去酒吧的人客就发现讲，啉一杯的费用是比以前贵要5成，只好就减少去酒吧消费。朋友烧酒下班了后去酒吧吸一个，是真侪日本上班族日常的生活。不过即马日票愈来愈薄，马勒破1块的美金换150块的日票。进口的葡萄酒嘛变甲贵33，当家这间酒吧只好调整介绍来营业，起的幅度为1成到5成不等。それだけお客様にも負担をおかけ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ので、やっぱり店主として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日本酒类的消费，进口酒占7成。大部分是为美国、法国甲意大利等等的国家来的。也若日票今年以来已经大落3成，加上9月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成长3%，创下8年来的新高。伫上定的压力之下，日本差不多有2万种的食品甲饮料今年拢有起价，特别是进口的商品是更较明显。
あまり上がってくるとワインを飲む機会がどうしても少なくなったり、量が少なくな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かなと思うので、そうなると本当に辛いですね。有部分的民众决定进口的酒都减啉寡，不过也是有人认可调整消费的方式，嘛也是希望平常时拢会当吸一个。他を削ろうかなと思って、お酒はあんまり削りたくないなって。日本政府为着稳定物价，最近出手介入外汇市场，阻挡日票继续变薄，嘛会伫即个月底提出新的补助甲刺激的方案，按算会投入20条至30条的日票。不过有专家认为讲，安尼恐惊会致使日本的财政赤字扩大。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印度中部一个庄头的村民，5当前开始用手机拍底片，想袂到这款影片放伫 YouTube 顶悬了后，煞是受到全国民众的欢迎。所以因着看 YouTube 家己学习，即摆已经请3分1个村民做伙拍片，而且佫会当增加居民的收入。伫拍片的现场，有人负责收音，有人负责摄影，边仔还佫有真侪村民围咧看。印度中部即个敢若有3000人的庄仔头，看落敢若真热闹。不过因对拍片的热情是一点仔都袂输宝莱坞，翕的内容嘛真多元，有动作片、喜剧，还佫有 rap 歌曲的 MV。因的作品目前伫 YouTube 频道已经有12万的订阅，伫国内是真有知名度。不过5年前因刚开始拍片的时阵，其实是逐项拢无，敢若靠手机完成所有的代志。तो शुरू में समझ में नहीं आ रहा था कैसे वीडियोस बनाने, क्या बनाने हैं। हमारे पास कैमरा गियर भी कुछ नहीं थे, तो धीरे धीरे हम लोगों ने मोबाइल से शुरू किया कि चलो मोबाइल से ही बनाते हैं। हम ही लोग तो देख रहे हैं क्या ही दिक्कत है। 制作小组后来靠看 YouTube 的影片，家己学，甲拍片的设备升级。加上2年前，印度因为疫情实施封城，致使真侪村民全无头路，全对拍片开始愈来愈有兴趣。即马为演员到幕后制作，已经有1/3的村民做伙参与，而且因发现讲，团起的 YouTube 的影片只要超过1000的订阅，也佫有收看超过4000点钟 ，YouTube 就会付钱给因。这嘛，互这的村民佫较拍拼投入，翕的影片嘛为2-3分钟的底片，延长做1点钟左右，内容嘛佫较丰富。हम लोग को जो करना है अपने वो चीज़ भी कर रहे हैं, मन संतुष्टि भी हो रहा है और हम लोग को अर्निंग भी होता है इससे यूट्यूब से, तो हम लोग उसमें अपना जो चला सके ऐसा भी कमा लेते हैं。伫庄仔头的查某囡仔对领的钱毋是遐尔要意，不过因对做明星有真大梦想。आगे का यही सर कि आगे मतलब मेरे को एक्ट्रेस बनना ही है, अब अपनी कोशिश जारी रखनी है ऐसा। यहाँ हाँ चांस मिले तो ऑब्वियसली जाऊंगी। 即马这个原本无人注意的庄仔头，每个月拢会做出2波至3波影片。有领薪水的制作团队已经增加到12个人，其中包括一个老师，家己的工课辞掉了后，归心来做编剧。这个团队希望未来因的作品，若伫印度受欢迎，更加希望会当走向全世界。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